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篇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阿们。我们读经就到这里。今天我们开始用诗篇来作为我们的灵修分享。作为神的百姓，神常借着律法书或诗歌，将生命和死亡、祝福与咒诅这两种生命情形陈设在我们面前，使我们可以清楚地选择他希望我们走的道路，那就是生命之路和蒙福之路，从而也就避免走向那愁苦和败坏告终的死亡和咒诅的道路。义人和恶人，服侍神的人和不服侍神的人，其结局如何，显然很清楚。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这样的人就是义人，这样的人就会像溪边树结果子，叶茂顺，凡事亨通。通向神的路只有一条，没有多条，更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不是神的路就是反神的路，不是义人就是恶人，不是蒙福就是咒诅，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主耶稣就是那通天路，若不是借着主耶稣基督，没有人可以到天父那里去。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就被神称为义人，我们也愿意选择耶和华的道路，我们也必须选择耶和华的道路。我们每天读神的话，借着制作义饭团，昼夜思想神的话，就是我们的喜爱，并选择耶和华律法的明证。这是一条蒙福的路，每个人的喜好不同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阿们。